作為與賺錢和富裕相關的三個方法的第七個，這個不是鏡片，我來解釋一下如何不作配問題的例子。這裡有一個通過與賺錢、富裕相關的3點方法，到目前為止關於第一步到第6步，我解釋過了。在這裡做問題，看有選擇，因為這是相當困難的，要麼就臨時，有時會選擇不好嘅問題，因此在處理此類問題時還是小心為好。那這裡有一個配問題的例子，關於如何理解嘅事例，我來解釋一下。第一種情況可以被描述為追求手段的觀點，我始終堅持應該是用這種方法，因為它存在合理性，是把那個作為問題來看待的情況。例如作為其描述嘅事例，如果你想在工作場所 X 中使用 DX， 在工作場所 X 中使用 DX， 這是8個問題描述的例子。這不好嘅原因是只有實驗手段。例如，如果我們只關注實現這個能量和 DX， 目前的確是成功完成，然而它的最終目的可能無法完全實現。因此，作為一種修正方法，你想通過這種方式實現什麼，這是最好的。這也很重要啊，所以讓我們澄清一下並解決問題。必須選讀有一個要點，具體來說，作為修改事例，利用 DX 提高工作場所 X 的生產力。這個 DX 實際上是想提高職場 X 的生產效率。明確小嘅問題，我們需要做些修正。接下來是對策，是速度研究。就是本來喺開始活動之前呢，想做好對策，有想要達成的對策方案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您認為有一個改進計劃，並希望按原樣執行該計劃是一個問題。例如，當您想在站點 X 中進行改進 A 時，見到 X 的改進，這個 A 太過生產力，有時會想這樣做到問題。如果你這樣做，這件事的排除是那個對策從活動的開展到問題的結果，這係一個設計多方面的複雜的實現過程。然後是給的吧，在活動中，喺這個基礎上啊，對根本問題嘅追求，不會考慮其他想法，成為可能。如果你這樣做，如果那個對策，如果只係一個糟糕嘅對策，好吧，如果你真的這樣做，你就會失敗。正常情況下，我們需要更多的關注問題並思考各種想法。因此，作為一種修正方法，它的改進成為改善方案嘅對象，把問題搞清楚。這個問題你需要選擇。例如喺這個例子中，這個改進 A 時，如果說係提高這個現場本身的生產率，這個問題提高實現 X 的工作效率，所以這就是嚟講是一個更高的問題。三隻字，就像編輯目標嘅類型一樣。我決定打電話給你，這是護士經營課題向現場狀況以捕捉到問題嘅情況，你知道吧？那個現場當一系列連續播放時，假設我哋有平均供需，即將提高平均供需以外嘅生產率，就這麼抓住了問題。另外在這裡我們有一個管理更健全的工作場所。即使你被賦予咗一個目標，你也不能解決這個目標以外的問題，就像寫字樓一樣。如果你這樣做，幾時能夠實現改善？它最終與管理和現場不匹配。因此，作為這種修正方法，充分了解管理和現場情況並解決問題，主要設置作為修改事例，提高平均供需嘅生產率。以這種方式，我們需要重新看待問題。從這裡開始，如何看待問題？雖然還不錯，但如果可以的話，我會解釋一下如何理解我想要避免的問題。第4個短期，如果是之後，我會打電話給你。
也是朋友的。比如在職場中，為咗提高效果，那需要長期的努力，例如不斷改進。如果你技術的話，無論如何長期，儘管我們需要抓住大問題，時間就短嘅問題，不做到的情況。例如，當有一個工作場所 X， 如果啲係真的，我必須從更長遠的角度嚟看待它。小些的工作場所，作為對 X 的改進，這是在短期內這樣看待的情況。這不好嘅原因是長期的問題，我總係自己解決短期問題，永遠都可以解決。沒有，這意味着只有短期的解決方案。那麼首先重要的是把本來的長期問題當作問題嚟抓。然而如果這需要好長時間，請將其分成幾個步驟，我們需要抓住它。例如假設這裡的工作場所 X 長期問題係提高生產率，首先佢屬於長期性議題，又係關鍵性議題，提高工作場所 X 的生產力，這就是問題所在。為此去遵循一下第一步，我們必須進行無聊的優化與提升，讓我們把短期問題放在這裡，這是短期的短期解決問題，這是一個修正。第一個是持續性新型數據，不，這個是只係持之久把嘅事情為中心捕捉問題。然而令人兩樣的是，我找到了我的辭職地點。如果你做得好，這往往會對其他部門產生顯著影響，因此你可能會因此錯失一些重要機會。例如係一個質量部門，假設要簡化我哋的業務，這本身並不快，我稍後會解釋這個。所以這個不好的原因是，雖然改善辭職場所可能會有效，我就說你會錯過它。例如吧，喺前面啲例子中呢個質量部門事實上如果你簡化過，工作好快就結束了。假設該質量嘅數據在製造中也可以使用，這樣的話你把它作為問題來看待，會有很大的效果。因此修正方法的改進對多個部門都有效。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呢，請出報考慮一下，弄清楚，這意味着設置問題。因此作為修改嘅事例，簡化質量部門的工作，首先這是我們自己的問題，但更重要的是通過這種簡化，我們可以為您的生產提供早期反饋。就這樣，兩個速度問題，這也是製造業非常欣賞嘅一個問題，將成為最後收割線。打電話給我，發生糾紛等現象的，這意味着將問題是為善後工作。具體來說，例如果喺製造現場發生致敬，就像回歸圖一樣，是個問題。當然喺這個問題上維護好重要，但是如果你指出嚟這個問題，為什麼會出現資金的來源問題，無法解決的事情就會發生。例如這條速度火災，我一直只在行李失散出頭，所以我們究竟應該如何有效地採取行動以避免火災的發生？可以考慮，我做不到。因此作為一種修正方法，需要明確問題的源頭以及具體的故障原因。設置問題係很重要的，無論如何都要處理故障。當我被追趕的時候，我很難把目光移開。首先提前解決前提問題，無疑比在危機中處理問題更明智。重要的是要意識到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。因此作為修改事例，分析解決的機率，呢個資金本身就為零，作為一個問題，這是一種理解修改問題的方法。這是一個不太好的問題的例子，如果可以的話，你想降低它。為什麼要這樣修改？當你問我該怎麼抓住它的時候，在此視頻中問題的設置，如果你能看到，我覺得可以繼續多次技術。